大家早晨。我係北拓展處嘅總工程師張柏堅啊，大家好。咁今日我代表CDD 啦，就簡介下粉嶺繞道東段一啲通車安排同埋工程特色嘅。咁大概係需要12-13分鐘嘅時間。咁粉嶺繞道呢個工程呢，其實係北部都會區一個轄下嘅項目，粉嶺北古洞北第一期發展，係屬於發展局我哋北都辦一啲管轄嘅工程，由我哋 CDD 土木工程拓展處負責推展啦。今日都希望透過呢個記者會，能夠令大家明白到我哋北都一啲提速提效嘅成果，我哋工程裏邊應用一啲創新技術，點樣對接我哋高質生產力呢個方向。好，呢度咧就係我哋整個粉嶺繞道嘅一個平面圖。個起點咧，其實就由大埔九龍坑起步左邊嘅位置啦。由九龍坑起步上橋，大概5-6分鐘咧，就已經去到我哋終點石湖新村粉嶺北發展區嘅位置。咁全長就4.4公里啦。其實呢個咧係我哋北部都會區第一個落成嘅大型交通基建項目。整體落成咗之後咧，我哋嘅時間由九龍坑大埔過嚟我哋新發展區咧，係可以快咗10分鐘嘅。咁通車日期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就會喺2026年5月3號8點鐘正式通車㗎啦。好啦，咁未通車之前，而家一般嘅駕駛者係點樣嚟到我哋粉嶺北或者聯和墟嘅位置咧？就係紅色呢條線。咁大家有冇睇我哋 Facebook？我哋有條片咧，就揾咗恨嫁女團阿海兒同嘉怡條片，正咧就係佢哋分別由新路同舊路咧，就分別係揸車嘅情況。咁其實個結果就係好明顯啦。行舊路咧，其實咧就會慢10分鐘，新路就會快10分鐘，因為舊路佢要經過馬會道同埋沙頭角公路呢段龍躍頭段呢，其實有好多燈位，繁忙時間呢個交通負荷都非常之大。咁所以我哋呢條粉嶺繞道呢，不單止係便利到粉嶺北新發展區嘅一啲新發展啦，亦都係連繫城鄉嘅。因為我哋正喺出邊，一陣間大家都會出去睇嘅，就係我哋龍躍頭交匯處。咁嗰個位呢，亦都係可以透過呢個迴旋處呢，去唔同嘅方向，去龍躍頭啦，一啲鄉村嘅地帶呢，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好啦，呢度好快講講我啲工程挑戰，主要有2個點嘅。第一，大家出邊你見到一個好靚嘅環形天橋啦，其實呢度係一個3層嘅一個設計。我哋地下呢有個行車隧道，地面呢有一個接駁唔同地區嘅一個大型迴旋處，就好似大圍嗰個八爪魚迴旋處咁樣。上邊呢一個地標式嘅建築，有一個行人天橋去連繫聯和墟啦、現有菜市場、工業區同埋鄉村嘅地帶。咁所以呢個工程嘅挑戰係非常之大，因為我哋喺5年多嘅時間呢，要將呢個3層結構呢係起好，但係當然現有嘅交通我哋都要照顧，咁所以呢個係非常之複雜。咁而沙頭角公路呢，係一條主要連繫我哋新界東北好多鄉村嘅地方。咁所以你見到啦，我哋工程期間呢，其實要面對好多嘅公共設施嘅改動，一啲好大型嘅電纜啦、水管啊、煤氣管啊，所以呢，仲要係同一時間要起呢個3層結構呢，其實個工程挑戰非常大。第二呢，就係我哋喺九龍坑嘅位置呢，亦都係需要起來回南北行嘅一啲行車天橋啦，係需要跨過好多嘅設施，包括最重要嘅鐵路東鐵線啦，亦都有東江水好多電纜，亦都有河道行人天橋。咁所以我哋都有創新技術啦，其實就利用一個全香港第一次一個橋梁轉體嘅技術。因為喺東鐵線起嘅時候呢，我哋只可以喺收車嘅情況先起。如果用傳統方法一嚿一嚿嗰啲預製件咁做呢，其實要嘅時間係非常之長。但係我哋用咗一個橋梁轉體技術，每一個方向嘅橋呢，我哋預製好之後一轉過去，只要1晚嘅時間呢，就係做到。咁一陣間去到現場呢，我哋總工程師譚生呢，都會再講解多少少嘅。好啦，呢度少少工程嘅一啲前後對比相片啦。我哋工程粉嶺繞道2020年
上半年開始啦。咁呢度就係東鐵線九龍坑我哋起點嘅位置，原本就係有馬屈河啦。咁起好之後咁嘅狀態。好啦，呢度就係出邊聯和墟同埋龍躍頭嗰個交匯處。我哋做工程咧，唔單止係話起條繞道咁簡單，其實我哋都有啲社區設施咧，我哋都一方面係重置佢啦，甚至係有啲提升。咁包括就係個臨時菜市場啦，原本係啲咁嘅情況，我哋就重置咗，一陣間出邊都會見到。其次就係有個安樂門個板場，我哋都重置到一個國際奧林匹克一個比賽級嘅一個場地。咁所以我哋做工程唔單止係便利交通，亦都係便利民生嘅。呢度另一個方向啦，再望過去我哋粉嶺北發展區嘅位置，呢邊就係日豐啦、綠油軒，當年就係啱啱起緊嘅 One Innova。咁我哋完成咗個狀態，大概係咁樣啦。一個好大嘅迴旋處，有行人天橋，有地下行車道。好，呢度咧就係去到唔同河畔，我哋去到粉嶺北嗰個發展區位置。咁呢度就係我哋成個粉嶺繞道東段嘅最上游嘅位置啦。咁一路我哋餘下階段粉嶺北嘅發展咧，都係繼續進行緊嘅。好，呢度大家可能再望真啲咧，我哋具體嗰啲出行嘅安排，幾個箭嘴啦，其實都可以點樣利用我哋呢個迴旋，係四通八達，駁到去我哋嘅新發展區啦、聯和墟嘅位置啦，同埋現有鄉村嘅位置。咁如果係九龍方向咧，上橋我哋可以利用我哋迴旋處咧，直接就去到唔同嘅地區。咁所以呢啲相片咧，其實稍後都可以提供俾大家㗎。咁所以呢度咧，我就唔再詳細講啦。其實我哋呢個迴旋處咧，四通八達，行人啦、車輛咧都可以去到唔同嘅目的地。好，呢條短片都講解下我哋點樣喺俾駕駛者咧係利用我哋呢個短片咧係了解點樣去我哋嘅粉嶺繞道嘅。新落成嘅粉嶺繞道東段係北部都會區內首個落成並啟用嘅大型運輸基建項目，利用全長4公里路段，由粉嶺公路前往粉嶺北新發展區，行車時間比起使用原有區內道路縮短約10分鐘。無論係目前粉嶺區定係即將遷入新發展區嘅居民均可受惠。使用粉嶺公路北行嘅駕駛者，駛經和合石後可留意沿途嘅黃色標誌，靠慢線前行。到何家園行人天橋附近靠左駛，利用新建嘅7B出口。進入高架橋路段前往粉嶺北新發展區。按架空標誌指示，前行大約1.8公里到達分岔口前。如要前往粉嶺北新發展區或上水一帶，請繼續直行並進入地下行車道。如前往龍躍頭、聯和墟一帶，可利用左邊支路進入龍躍頭交匯處。通過地下行車道後，前行約1公里，到達迴旋處轉左。
經路面連接路駛至馬適路前往上水。好嗱，呢啲相關嘅片段呢，我哋都擺晒上網㗎，咁大家可以之後再參考。新落成嘅粉嶺繞好，咁呢度好快講講我哋啲工程技術創新，一陣間大家出去睇嘅時候咧，都會再詳細講解。咁即係頭先講啦，我哋其實係好近東鐵線需要起一條咁嘅行車天橋。我哋利用內地一啲好先進嘅技術鑽橋技術嚟到香港，我哋預製好之後咧，透過2個晚上咧，就將成條橋梁咧去轉到嗰個位置。咁當然呢個內地就做好多鑽橋㗎啦，但係因為內地鑽嘅橋咧，通常都係啲直橋。咁我哋呢啲彎橋咧，其實係全球都冇試過一啲咁彎咁長嘅橋。咁所以呢度咧都係做到啲工程技術嘅突破。一陣間去到現場咧，可能再詳細再講解。咁呢度好快睇睇鑽橋嗰個安排啦。我哋利用一晚東鐵線收車嘅時間咧，就將一個預製嘅組件咧一次過轉到去最終嘅位置。咁呢個大大縮減咗成個施工時間，做到提速提效嘅效果嘅。好，咁最後啦，都講講我哋另一個實一，就係我哋利用超高強鋼 S960做呢條行人天橋。咁我哋呢個咧，即係體驗到我哋利用國家一啲先進嘅物料，點樣喺香港利用一個國際標準做到全球第一條S960嘅一條天橋。咁大家可能都係留意我哋嘅宣傳啦。我哋喺4月18就舉行咗一個亮燈儀式。其實呢個咧正正係會成為一個北都嘅新地標。利用一個超高強鋼，其實佢嗰個成個橋身咧係非常之輕巧。比起原本利用一啲石屎嘅結構，其實輕咗90%嘅物料。咁佢輕巧嘅設計咧，其實會好輕盈啦。我哋都利用啲燈光特別設嘅效果咧，去襯托出將工程同埋建築嘅美學咧，去一個無縫嘅融合。而呢條行人天橋除咗係工程技術之外咧，其實佢一個環形嘅設計咧，其實係香港第2條嘅環形天橋。第一條咧就係喺銅鑼灣怡和街有條咁嘅天橋。咁其實佢個美感咧都非常之高。咁所以由於佢一個咁嘅特別設計咧，我哋都舉行咗一啲光影橋藝嘅設計比賽，就徵集一啲專業人士同埋一啲學生啊專業組織去參賽咧，利用佢哋對北都一啲藍綠建設、城鄉共融啊、基建先行嘅概念咧，做咗啲平面設計，然後佢哋嘅作品咧都係喺個環形天橋裏邊展示出嚟。咁我哋希望透過啲社區參與咧，能夠將我哋工程同埋地區嘅一啲諗法咧，去無縫結合嘅。咁所以一陣間咧，去到橋上面咧，我哋有一個詳細嘅講解。咁我大概講嘅報告係咁多啦。係啊，咁我哋因為做咗開始啦，咁我諗可以喺呢度剔幾條問題嘅。咁睇下大家有冇問題想問翻張生啦。咁後面有同事咧會遞咪俾大家，咁請大家發問就舉手啦。咁介紹一下自己先，介紹自己嘅姓名啦，同埋所屬嘅傳媒機構下。有冇在場記者朋友冇問題啲？嗱，如果係 Now TV 係咪啊？係啊 Now TV。你好，因為咧頭先都有講到話咧出市區會快咗10分鐘啦。咁嗰個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其實即係上水最嚴重嘅雞嶺迴旋處，其實舒唔舒緩到呢個問題嘅咧？係啦。快10分鐘係點睇咧？而家呢度係屬於龍躍頭，其實都好多現有嘅鄉村啦，同埋聯和墟好多居民嘅。佢利用我哋繞道嘅話咧，佢由佢屋企出發出九龍就係慳咗10分鐘，因為佢唔需要經過沙頭角公路、馬會道呢啲經常朝頭早翻工翻學擠塞嘅情況。咁至於雞嶺迴旋處咧，其實我哋都一路推展緊嘅。而家最新嗰個時間表咧，就係我哋希望年中咧都會陸陸續續上立法會申請撥款咧，希望盡快開工㗎啦。好，有冇其他朋友有問題？你好啊，星島啊，啱啱講到咧有啲新技術啊，即係嗰個鋼材
嗰個物料啊，同埋有啲轉體嗰個技術，會唔會令到個成本其實多咗呢？定係反而少咗？跟住會唔會節省咗可能啲工程時間啊咁樣？我諗兩個技術嚟嘅，第一就係先講我哋超高強鋼行人天橋，整體嚟講比起一般石屎結構咧，我哋慳咗30%嘅建築成本。主要原因係乜嘢咧？因為佢輕咗。當然物料上邊咧，佢哋個價格可能稍為貴啲，但係因為佢輕咗之後咧，涉及嘅地基嘅成本咧，所以就會反而會減咗，亦都嗰個施工時間咧，亦都會大大節省。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哋慳咗30%嘅成本。至於鑽橋嘅技術咧，其實主要個目的咧都係提速提效。因為我哋橫跨東鐵線咧，其實得夜晚嘅時間可以做。咁如果我哋每一晚逐嚿嘅預製件做咧，可能要差唔多100至200個晚上先做到。咁如果你喺旁邊預製咗之後咧，一次過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只要2晚嘅時間就做到。咁所以嗰個工程創新咧，主要就係提速提效方面。仲有冇其他問題啊？好，後面嗰位。你好，想問下就係咁，今次係第一次使用嘅呢個國產嘅鋼鐵技術啦，可唔可以再講下即係可能內地同香港啲建築上面嘅對接，喺今次係點樣做到咧？即係係咪有冇中間經過啲咩批准時間快唔快咧？係未來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工程會用到呢啲技術？即係可以詳細講下鑽橋同埋呢個鋼鐵再講。好，多謝嘅問題。我哋正一陣間兩個visit 嘅點咧都會詳細講解，不過我好快講講嗰個大嘅原則先。S960係國內啲優質嘅鋼材，其實內地就算做呢個高級鋼材咧，喺建築方面咧都冇用到960呢個標準。960即係960個 MPa， 而家我哋講緊鋼嘅結構可能係300幾MPa， 已經比一般係高3倍。咁所以喺嗰個強度高3倍嘅時候，整體嘅重量各樣咧其實都係優化。咁當然我哋點樣將內地嘅物料利用香港嘅平台，一個國際嘅城市嘅建築標準點樣做出去咧？我哋一陣間其實去橋上面都有分享。至於鑽橋嗰個咧，更加係我哋香港第一次啦。咁呢個方法主要都係利用內地好先進嘅技術咧，點樣嚟到香港？所以呢個我哋將國內嘅技術咧嚟到香港應用之後咧，係提高咗國內技術嘅對俾外國有認知，利用我哋香港平台咧去再推出去。咁一陣間咧去到現場咧，我哋又會有個再詳細啲嘅講解嘅。